嚟緊星期六嘅深夜，星期日凌晨1點半有英超嘅賽事，愛華頓主場迎戰車路士啊！愛華頓防線韌力十足，伊魯賓南中場落力掃蕩，車路士後防傷兵滿營。至於星期日嘅深夜，星期一凌晨12點半有聯賽杯嘅決賽，阿仙奴對曼城啊！阿仙奴持續控球穩定，有力控制大局，迪勤懷斯隨時後上突入，曼城近況平平啫噃。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嘅前哨站。今日繼續係我 Gary 同大家預測嚟緊嘅英格蘭嘅賽事。週末週日除咗有英超之外，另外亦都有一場聯賽杯嘅決賽。咁啊，所以先講第一場就係英超嘅賽事啦。星期六嘅深夜1點半嘅賽事，愛華頓主場迎戰車路士啊！車路士啱啱先至喺歐聯嗰邊出局啫喎，即刻翻返嚟征戰聯賽，要挑戰愛華頓啊，似乎有啲難度啊！因為咧主隊嘅愛華頓啊，今季嘅防守能力非常之好啊！嗱，先講下主隊先啦，拖肥糖依家喺聯賽係排緊第8位嘅，竟然咧愛華頓今季咧有能力可以挑戰下歐洲賽嘅席位喎。最要考慮到咧季中嘅時間已經有佢哋嘅借將基亞利殊咧就養傷㗎啦，基本上咧要去到季尾先至能夠復出嘅啫。咁啊能夠可以有喺下半季裏邊啊冇咗個超級主力，但仍然都能夠成功搶分喎。咁啊愛華頓嘅秘訣就係佢哋嘅防守能力係非常之韌啊！點解唔係淨係講穩健係講韌呢？因為愛華頓嘅防守數據幾特別嘅喎。嗱，佢哋今季嘅預期失球值咧係44.1嘅，咁即係預期應該係大概失44球左右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佢哋咧只係失咗35球嘅啫。如果只係計預期失球值44.1咧，佢哋係排英超嘅第13位，但係實際失35球咧係英超嘅並列第3低啊！而且佢哋有10場嘅英超係能夠保持清白之身啊，亦都係聯賽裏邊咧係最高嘅其中3隊之一喎。咁啊，所以咧，咁樣睇嘅話，明明就應該失嘅波係要失到去係英超嘅下游嘅位置嘅，咁但係實際咧，佢哋嘅防守嘅真正實際失球數字同埋清白之身，竟然都喺英超嘅 Top 3嗰度喎，中間爭咗排名10位喎，究竟個問題喺邊度咧？嗱，如果以愛華頓嚟講，係真正嘅失球，比起呢個預期失球值係低咗9.1嘅話咧，係英超裏邊相差最大嘅。個意思係咩呢？就係愛華頓有好多波應該要失嘅，最終都冇失到，即係其實已經放咗人哋起腳㗎啦。人哋已經有啲係攻門啊，甚至係有 XG 高嘅入肉嘅攻門，但係愛華頓都冇失到嘅。咁即係代表愛華頓佢唔係話真係完全好籠統咁講防守力好穩健，因為佢最後都有俾人攻門，但係事實上又能夠可以唔失嘅。咁啊呢個呢個受壓之下仍然保持低失球嘅秘訣咧，就係佢哋嘅防線點解所謂嘅韌力十足咧？其實咧喺上一場波對住阿仙奴啊，佢哋雖然輸0-2啊，咁呢場波咧都睇到有啲端倪嘅。數字上咧喺呢一場波咧，愛華頓咧係89分鐘之前，其實佢哋咧一路將阿仙奴呢支榜首球隊嘅 XG 咧係壓喺0.8之下嘅，係89分鐘之前喎。咁因為89分鐘佢哋先失第一個波嘅，咁啊當時咧阿仙奴啊有呢個奇兵小將啊杜文咧就係因為一個入球一個助攻啦，全靠佢嘅突破，咁啊令到阿仙奴最終咧就可以2-0奠定勝局，攞到重要嘅3分。咁但係喺佢係75分鐘左右出場啦，咁但係之前嘅情況咧，愛華頓嘅防線咧可以令到阿仙奴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嘅。咁啊，另外咧，實際呢個數字就愛華頓喺呢一場波咧，亦都有6次嘅成功 block shot 啊，封咗射門。原來喺今季裏邊咧，愛華頓咧都第2高嘅嘞噃。嗱，呢兩樣嘢加埋一齊嘅話咧，就即係話咗俾大家聽，其實愛華頓係比你阿仙奴喺啲唔危險嘅位置度起腳嘅。但係當要埋到去禁區嘅位置咧，佢哋呢場嘅中堅譬如奧拜恩啦，咁啊另外咧就即係米高堅尼啦，都係啲好清脆嘅解圍嘅。咁即係證明咗佢哋後防咧都佢哋唔係唔猜波，但係當危險嘅時候都係大腳踢走佢嘅啫。甚至你話6個 block shot 嘅話，其實亦都證明咗點解啲球隊會多 block shot 咧？因為嗰條防線鬥得深。如果喺比賽過程裏邊，甚至有啲場合咧，見到愛華頓係擺一條防線6個防守球員嘅，2個中場褪落嚟打閘，然之後4個本身嘅後防球員全部縮晒入禁區，一條6人嘅防線，基本上個闊度係密不透風嘅。咁所以點解話愛華頓防守穩健太籠統啦？應該係話佢哋
夠韌力，就係因為佢哋喺危險嘅位置全部解圍，全部放你射，但係唔會係一啲非常之到肉嘅攻門。呢個先至係愛華頓嗰個低失球嘅秘訣啊！嗱，講咗咧愛華頓嘅防守咧點樣密不透風之後啊，咁大家都知道啦，防守除咗防線之外咧，都要講中場嘅屏障㗎噃。嗱，闊度就夠啦，甚至頭先提過對阿仙奴嗰場波有6人嘅防線添，咁但係淨係闊度唔夠嘅，深度咧，愛華頓嘅防守中場咧掃蕩力亦都非常之強嘅。咁佢哋咧喺嚟緊對車路士呢一場波，應該係一老一嫩嘅組合都可以出場嘅。老將當然有塞內加爾嘅防守中場基爺啦，今季咧仍然都係長居愛華頓嘅正選嘅，但係可能個 X factor 關鍵未必喺基爺度喎，可能係喺另外佢隔離嘅後生仔伊路賓南身上啦。嗱，伊路賓南咧今季咧就喺愛華頓咧一開頭嘅時候都係表現比較幼嫩，亦都唔係經常有正選嘅。咁但係上一場對阿仙奴嘅時候，伊路賓南咧喺受壓嘅情況之下，佢就真係可以發揮到中場掃蕩嘅工作嘅表現啦。因為喺呢一場波裏邊，佢全場總共有5次嘅成功攔截啊！原來咧係2隊波裏邊咁多個球員啦係最高嘅一位嚟嘅。見到佢嘅侵略性之高啦噃。仲要你考慮埋啦，因為咧啱啱提過車路士喺週中都有場歐聯啦對住巴黎聖日耳門。雖然而家車路士就出咗局啦，咁但係愛華頓咧就週中冇賽事噃，總整1個禮拜嘅休息時間，再加埋呢場波係喺希德球場度踢嘅，即係愛華頓嘅主場。又多啲休息時間，又可以主場出擊，以逸待勞。最重要嘅地方就係，既然頭先講緊中場個掃蕩力咁強啊，再加埋以逸待勞咁好活力嘅伊路賓南，同埋仍然未見老態嘅基爺，分分鐘唔單止做到防線嘅屏障，可能憑佢哋嘅活力同埋體力上嘅優勢，甚至有機會可以搶佔中場啊！未必會真係個中場咁劣勢，又要打埋啲鬥到勁深嗰啲防線，然之後打穩守突擊喎，甚至有機會可能同車路士拉成均勢添啊！好啦，啱啱咧就貼咗啦，可能咧有伊路賓南去幫愛華頓成功搶佔中場之後咧，講下客隊嘅車路士噃。車路士呢一刻咧就排緊喺第6位嘅，不過咧如果講聯賽嘅成績咧，佢哋真係麻麻地啦。對上嘅5場咧，只係得1勝2和2負嘅啫。以車路士嚟講呢個聯賽成績似乎唔係幾合格喎。而且佢哋亦都連番錯失殺上去前4嘅或者前5嘅機會。呢一刻咧，車路士同埋維拉咧就仍然都係有3分嘅距離嘅。即係贏咗呢場波都仲，萬一佢哋贏到都仲要睇下阿士東維拉會唔會輸波。所以咧，能唔能夠即刻上翻去前4咧，仍然都係未知之數嘅。不過當然你亦都可以話嚟緊嘅英超都好大機會，仍然有5個席位可以咧就打歐聯。因為而家咧就最終8強有2支英超嘅球隊殺咗入去嘅，所以都應該英超咧係好大機會，仍然能夠攞到下季嘅5個位可以有歐聯踢嘅巡聯賽嗰方面啦。所以咧就即係依家係車路士，可能都仲係望住前5作目標嘅。但係之前咧實在錯失太多機會啦，唔能夠咧就真係可以壓住呢個利物浦，甚至而家有啲俾第3位嘅曼聯放甩咗。仲要諗下幾個禮拜前，其實車路士同埋曼聯都係分別喺第5同第6位嘅位置嘅啫。你見到其他嘅競爭對手不斷搶分，但係車路士1勝2和2負，就已經見到佢哋個表現啦，絕對咧係唔穩定嘅。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車路士喺呢一場波咧，將會喺防線嗰方面咧又再新增咗啲傷兵啦噃。因為咧係啱啱呢個禮拜車路士有2員嘅防守大將咧都要養傷嘅。1個禮拜前咧就列斯占士因為咧就捉傷咗係hamstring大髀底筋，結果咧又要唞以禮拜計嘅時間，即係呢一場波咧肯定對住愛華頓出唔到場啦。至於另外一位咧，就係對住巴黎聖日耳門早段傷出嘅查魯巴啦喎。查魯巴今季咧車路士咧一路都係長居個中堅嘅正選席位嘅。冇咗佢2個叫做本身車路士嘅防線，我哋今季嘅節目都成日有提過，從來未有一個穩健嘅中堅組合。稍為穩健啲嘅而且亦都係球會青訓出身嘅，比較叫做有歸屬感同埋呢個鬥心可能比較強啲嘅列斯占士同埋杜利華查魯巴，呢場波都要養傷
傷嘅話，今場波嘅車路士嘅防線似乎表現咧就更加係令到人哋懷疑啦，可唔可以咁穩健咁樣表現呢？咁啊不過又咁講啦，車路士嘅球員質素咧其實都比愛華頓高嘅，而且咧今季啊藍戰士嘅作客戰績喺聯賽其實相當唔錯嘅噃。嗱，如果以英超嘅作客戰績啊，佢哋咧今季有15戰，總共係攞到25分嘅。喺英超嘅20隊裏邊，佢哋係排第2高分嘅，第一係阿仙奴啊。咁所以咧，實際嘅排名喺第6位。咁但係如果以作客嘅成績嚟計咧，車路士又排到第2高啊。咁所以佢哋呢一場波預料啊，即係雖然後防都有啲傷兵，但係你話佢哋要全失3分咁啊，似乎可能性係不大嘅。咁但係呢場波都應該踢得幾辛苦，再加埋頭先提過愛華頓咁密不透風嘅防線，而且壓力十足，呢場波有機會拖入去老鼠拉龜嘅局面。咁啊，所以不如咁樣啦，估個波膽就係呢場波愛華頓能夠主場1-1逼和車路士啦。啱啱講完星期6晚嘅英超賽事之後，去到星期日嘅重頭戲啦，聯賽杯嘅決賽。溫布萊啊，就會有阿仙奴對住曼城嘅聯賽杯決賽賽事啦噃。咁啊，呢兩支球隊咧，今季一路都喺英超度叮當碼頭，可唔可以咁講呢？其實又唔係好算，因為咧阿仙奴其實一路都壓住曼城嘅。今個禮拜就你失分，下個禮拜佢失分，咁所以其實阿仙奴咧一路喺個榜首嘅位置，只係有驚定係有冒險嘅啫嚇。咁所以咧，可以話係即係英超裏邊啦，最頂級嗰兩支球隊咧，能夠喺聯賽杯度相遇啊！咁所以呢場絕對係一場重頭戲啦。咁啊，不如分析下咧，究竟阿仙奴同曼城啊，邊一隊嘅機會會高啲啦噃？嗱，咁啊，賽前嘅預測咧，咁因為咧呢場就係聯賽杯嘅決賽啦。咁啊，如果以阿仙奴喺聯賽杯嘅晉級過程嘅話咧，其實佢哋嘅說服力咧就都幾強嘅喎。除咗咧第3圈咧就係對住英甲嘅維爾港之外咧，咁啊跟住咧。第4圈開始咧，佢哋就對英超球隊噶啦。仲要講翻喎，維爾港而家係足總杯嘅8強分子嚟嘅喎。咁所以咧，維爾港咧算係喺 Football League 咧，即係英冠及以下嘅聯賽裏邊咧，算係一支杯賽專家嚟嘅喎。但係阿仙奴咧喺聯賽杯嘅第3圈啊，先淘汰咗維爾港先，都已經可以做少少 reference 㗎啦。咁但係第4圈開始啊，分別咧就淘汰白禮頓啦，第5圈互射12碼淘汰水晶宮。咁啊，至於啱啱喺準決賽，亦都係能夠可以咧就係將呢個車路士扳出局啊。咁所以阿仙奴嘅晉級過程咧，佢哋總共係淘汰咗3支嘅英超球隊嘅。尤其是咧車路士不但只係 Big Six 嘅球隊啦，阿仙奴更加喺準決賽嘅主客2回合都能夠係贏波嘅。咁所以佢哋嘅說服力咧就似乎真係幾足夠嘞噃。嗱，考慮到咧就因為聯賽杯啦，咁又喺個晉級過程裏邊咧，唔少嘅球隊咧都會出一啲副選嘅球員嘅。咁但係阿仙奴咧一路你用艾列沙巴拿加、賓韋特啊等等嘅副選球員，仍然都可以2回合贏車路士喎。咁啊更加可以話係副選嘅球員表現啊，似乎同正選嘅分別都唔係好大啊。咁啊個表現都幾貨真價實嘅。咁啊不過咁啊講，除咗晉級過程之外，都講下兵工廠。咁啊今季咧佢哋咧有個強項嘅，就係佢哋嘅控球咧非常之有耐性嘅。咁啊往往咧都能夠可以好穩定咁樣將個波咧就保持喺自己嘅腳下啦。咁啊打得你可以話打得好穩定，打得好慢，打得好安全。咁但係喺一啲聯賽杯決賽呢啲咁嘅大賽裏邊咧，其實個波能夠成功控制喺自己嘅腳下咧，可以話係一石二鳥啊！一來咧快慢節奏由自己決定，第二就係個波喺我度，對方亦都冇機會攞住個波組織攻勢，甚至係更加遑論係攻門咧。咁所以其實呢一種踢法咧係絕對有利減少曼城嘅進攻球員嘅發揮嘅。咁所以咧阿仙奴嘅穩定嘅控球咧，相信喺呢場決賽裏邊咧會幫助到佢哋咧可以控制到個大局嘅。嗱咁啊啱啱就講呢個穩定嘅控球啦。咁如果從英超裏邊睇咧，其實阿仙奴呢一招去減少對手攻門嘅力度係非常之奏效嘅。如果以預期失球值啊，阿仙奴咧係英超裏邊咧係22.1嘅，不但只係全英超嘅最低啦，咁另外更加係比起第2位即係今場嘅對手嘅曼城咧，佢係低咗11啊，即係阿仙奴預期失球值22.1，曼城係33.1啊。咁即係代表阿仙奴呢一套嘅戰術係非常之有效地可以令到對手冇機會攻門，直頭喺聯賽裏面大幅拋離第2位嘅曼城啊！再配合埋
佢哋兵工廠喺聯賽成功嘅前場逼搶喺平均每場咧有4.9次啊，咁即係個意思就係好快搶翻你個波，好快自己猜翻，好快搶翻甩咗個波，好快搶翻又落翻去自己嗰度，又慢慢控制咗個戰局。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對手咧都吹佢哋唔漲嘅。咁所以阿仙奴呢一招咧，其實一石二鳥，幫助自己能夠控制大局，亦都可以減低好多嘅風險。決賽啱晒啊，用呢啲咁嘅戰術係咪啊？好啦，咁嗱，除咗咧就嗰個決賽戰術咧非常之適合之外咧，咁亦都有大戰嘅經驗都需要嘅。咁阿仙奴陣中其實咧有大賽經驗嘅球員都有啲㗎噃。咁當然咧，如果喺陣中裏邊咧首推啊就係佢哋嘅中場啊，最具卡士嘅迪勤懷斯啦。嗱，迪勤懷斯咧就當然係阿仙奴嘅死球嘅專家啦。咁亦都咧係一個開角球啊、開死球嘅重要嘅棋子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迪勤懷斯咧喺啱啱嘅賽事裏邊咧見到佢咧，終於有翻啲殺上去一啲禁區頂危險位置嘅場面出現啦噃。咁講緊咧啱啱喺歐聯嘅次回合啊對住利華古遜啦。咁呢一場咧生死戰嚟㗎，都算係大戰啦。因為首回合咧阿仙奴咧作客係1-1和咗利華古遜嘅。咁但係翻次回合，如果贏唔到嘅話，拖入加時；輸埋嘅話，直頭出局添。咁所以呢場都係生死戰嚟嘅。不過咧，迪勤懷斯喺呢場波亦都係射入第2個入球啊，幫阿仙奴奠定2-0嘅勝局嘅，兩回合合計3-1淘汰利華古遜。而呢個第2個入球係見到迪勤懷斯喺受壓之下嘅冷靜，因為人叢之中控個波落嚟，佢唔係眯埋眼喺個禁區頂度扮埋去就算啦，佢係再扣一扣，然之後望咗個龍門，再趟射個柱邊波，非常之乖巧，亦都角度刁鑽。呢啲嘅舉動咧，就見到咧，咦臨危不亂，從容不迫喎，有2-3個防守球員喺附近，仍然都可以扣一扣，再望個籠先至再趟。咁呢啲咧大賽嘅時間仍然都可以保持冷靜啊！咁可以見到咧，迪勤懷斯咧嗰個喺大賽裏邊嗰個值得信賴同埋嗰個穩定度啦。咁不過咧就除咗講係啱啱嘅歐聯16強嘅賽事啊，迪勤懷斯呢一次嘅趟射近嘅講呢次啦，遠嘅當然上屆歐聯8強對住皇馬亦都入咗2個罰球，都係大戰啦。仲有再遠啲嘅咧，講決賽啊嘛，迪勤懷斯一樣都有決賽。Euro 24代表英格蘭咧，亦都係正選嘅呢個陣容其中之一位嚟嘅。咁如果講贏波嘅咧，22-23球季啊，迪勤懷斯以隊長嘅身份帶領韋斯咸喺歐協聯嘅決賽贏波捧杯。所以迪勤懷斯有咁豐富嘅大賽經驗啊，相信咧，除咗可以令到自己好冷靜咁應付呢一場比賽，去發揮阿仙奴嗰種穩定嘅控球戰術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帶動埋其他隊友啊，為佢哋咧可以提供多一個傳球嘅選項又好啦，節奏同埋咧係經驗嗌住啲隊友啊，咁所以迪勤懷斯喺呢場波咧，相信咧會成為今場波嘅 X Factor 啦。好啦，咁啱啱講完咧迪勤懷斯嘅中場領導力之後啊，咁講下曼城啦噃。嗱，曼城咧就對上5場嘅各項賽事咧，其實咧係得1勝2和2負嘅啫。以呢支豪門球隊嚟講，都唔單止係平啦，直頭係應該話係差添啊！以曼城嘅規模同埋過往嘅歷史嚟講啊，走勢咁差，咁有冇啲球員可以挺身而出為曼城扭轉局面呢？問題係曼城比較有影響力嘅球員，似乎近期嘅狀態都唔係太 sharp 啊！嗱，如果以貝納杜斯華嚟講啦，佢係隊長嚟噶嘛，咁亦都當然係其中一個最具卡士嘅球員啦。咁但係喺啱啱對住皇馬嘅歐聯嘅16強次回合，佢就係一個護空門嘅時候手球啊，結果就紅牌被逐離場啦。佢似乎咧就反而咧就令到球隊咧仲要陷入一個苦戰添。基本上其實佢輸咗個12碼之後咧，當曼城破蛋之一，再破埋蛋，已經咧係2回合落後到1-4啦。當時亦都打少過，其實曼城都已經係放棄咁滯㗎啦，都唔逼搶啦，陸續換走啲主力。但係個轉捩點連搏嘅少少嘅機會都冇埋，就係因為隊長貝納杜斯華紅牌兼輸12碼，食全餐啊！
咁好啦，咁啊冇咗佢之外，咁另外嘅隊長啦，亦都有前金球獎得主洛迪。咁啊，但係問題係，亦都係對皇馬嘅超入呢場波。其實洛迪喺10打11嘅時間，曾經有一次夏蘭特窄位射完之後，佢被對方門將居圖斯上半場撲出嘅時候，佢有個執雞嘅機會。不過可惜竟然咧就呢個門前咬腰射高咗。如果當時咧能夠追翻成2-4啦總比數，咁啊可能咧都仲有得咬下。嗰球都唔入嘅話，哥迪奧拿決定算啦，我哋唔逼搶啦。下半場咁上下換走埋夏蘭特添半場嘅時間亦都拎走咗啲主力換啲艾基嗰啲入嚟啦。咁啊，另外一個有影響力嘅球員咧，又好似啲 sharpness 爭少少喎，狀態又唔係太正、太巔峰咁樣喎。咁啊，至於咁好啦，咁啊自己球隊裏邊有影響力嘅球員似乎唔係太 sharp。咁啊有啲球隊咧，有啲球員係啱啱喺其他球隊過嚟嘅，佢本身係球隊嘅隊長嚟喎，都有啲影響力。佢可唔可以稱得起啊？呢位係古希啊，但問題係古希咧喺聯賽杯決賽咧係唔能夠上陣，因為佢轉會過到嚟藍月亮嘅時間咧，佢未能夠喺4強開波之前咧趕及註冊啊，咁所以古希呢一場波都唔能夠上陣嘅。咁就麻煩啦。曼城雖然呢隊波就好似好多球員嘅質素都唔錯，亦都好似咧就好多球員都有大賽經驗，但係當球隊個走勢唔係太好嘅時候，有冇球員可以喺球場上好似一個將軍咁樣嗌住啲球員，好似頭先講嘅迪勤懷斯有啲經驗指揮住你上你唔上咁樣？咁似乎曼城咧有領導力嘅球員，一係就唔能夠出場，一係就似乎近期咧佢哋自己嘅狀態都一般啫。咁就所以咧呢場曼城咧，似乎喺大戰嘅表現咧，就比起阿仙奴稍有不及啦噃。嗱咁啊呢啲咧都叫做球場上嘅隱憂啦。咁如果喺往績上咧，哇原來睇睇下曼城對阿仙奴咧，原來藍月亮嘅往績原來都唔係幾好嘅啫喎。對上嘅6次嘅各項賽事計埋主場作客啦、聯賽同埋杯賽咧，原來曼城已經對上6次係未贏過阿仙奴噶啦，總共咧係4和2負嘅。其中有一場咧，仲要俾阿仙奴上季炒5-1添啊！咁所以咧，哇，連對賽嘅往績，阿師傅都不及徒弟喎，阿師傅哥迪奧拿都不及徒弟嘅阿迪達。咁啊，加上今季喺聯賽嗰方面，頭先都提過啦。其實話就話叮當碼頭，但係曼城其實從頭到尾都冇過阿仙奴嘅。一路咧，阿仙奴上個禮拜失咗分你下個禮拜咧你曼城抵死喎，你1-1和翻森林喎，我又追唔到啦咁樣。咁所以連個氣勢都一路都係俾阿仙奴食住此消彼長之下咧，似乎今場波曼城咧都稍有不及啦，比起阿仙奴。咁就算再唔係，你真係非常之簡單、直接、粗暴地將每個球員嘅個人質素逐格稱你都係有啲懷疑嘅。如果講中堅嘅話，你點稱啊？呢場波古希出唔到，曼城應該都係魯賓迪亞斯搭住正常以上一場波對皇馬嘅換人嚟講，佢有機會呢場波會出翻古新洛夫同迪亞斯搭雙中堅嘅。咁呢對中堅嘅組合比起阿仙奴嘅加比爾搭住沙列巴，係咪都感覺上好似唔係咁穩陣呢？啱啱古新洛夫上一場波對皇馬嘅次回合一開波就發波瘟幾乎送個單刀俾弗特利高華維迪只不過華維迪鬥得麻麻地啫。如果唔係2回合嚼你4粒華維迪即係咧哇大戰都已經見到哇呢邊咁緊張古新洛夫嗰邊嘅迪勤懷斯人冧之間控完之後再燙喎，係嘛？即係都感覺上有少少不及啦。就算你話我唔出古新洛夫咯，哇史東斯哇説到硬晒咯喎，尼敦艾基今季唔係冇出過場，不過如果以尼敦艾基嘅唔係太好嘅身形嘅話咧，咁遇着對方嘅中鋒約基利斯嘅咁樣嘅衝擊力嘅話，尼敦艾基咧都可能有所不及身材唔係太過係好啦尼敦艾基1.80亦都唔係特別橫嘅中堅咁所以你咁樣計下嘅話咧，似乎曼城喺好幾方面主要嘅數據同埋係對碰裏邊咧，都對比起阿仙奴有所不及咁所以呢場波咧就不如咁樣啦，估阿仙奴能夠可以喺法定時間就已經擊敗曼城，贏波捧杯估阿仙奴2-0可以擊敗藍月亮啦。OK，
好啦，咁今日咧就講完兩場嘅英格蘭賽事，一場英超，一場聯賽杯嘅決賽。咁所以節目嚟到尾聲啦，歡迎大家記得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猜波台。有咩 comment 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啦。咁啊，啱啱講嘅兩場波嚟緊猜波台都會開 live 嘅，所以記得嚟緊都入嚟猜波台實況好波啊！咪同我哋一齊傾波經啦噃。今條片嚟到呢度差唔多，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拜。